后来，咱国内目前唯一的一份暗报，联合的暗报，创刊32年要收起来了。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来出刊。联合暗报讲，阶段性的任务已经来完成，若订户的权益，嘛会得到上完善的保障。陪伴读者经过32年，6月7，联合暗报伫最后一份报纸出刊了，就要收起来啊。联合晚报明天起停刊。 那也就是今天是联晚的最后一天出刊。这几年来，网络的媒体发展了真紧，读者纷纷拢看网络的新闻，阅读的习惯已经改变啊嘛。所以传统报纸的广告量一年比一年较少。依照统计，干那2016年网络广告量的营收，网络媒体就以250几亿的新台票，超过实体报纸的50亿。 学者嘛估计，过几年啊，广告市场会拢互网络占据一枝独秀。来看台湾报业务发展，为2001年开始计算，平均每一档外道报纸停刊，19年来总共14间报纸袂堪要了钱。即马台湾唯一的一间暗报，嘛甲读者讲再会，令人感慨。创刊32年，过3个外月，联合暗报表示讲，停刊后，采访中心的外勤记者意愿的全部留任，除了继续经营现有的报纸。 未来嘛将推出多元的数位产品，继续陪伴读者来迎接全新的阅读时代。